大家好，我是雷梅，感谢一直接订我的朋友，你是我继续唱落去的动力。接落来，甲这首台语歌曲送予你。心肝亲像玻璃做的，轻轻一碰就裂一分。每一段感情，阮拢用真心，但是到落尾，总是阮受伤。朋友拢笑阮这味好骗，三两句话就骗走阮的魂。阮是戆，阮只是相信，相信有一天会有人真心惜阮。一摆为爱心碎，乱心的女人只是受够，有一个外口，一个会听阮的人。要变做无情的人，但是心若乱着人袂成，也许这就是阮的命，注定一世人袂情受苦。一个外口，一个会听阮的人。有一天会有人看见阮的好，不是看阮的外表，是看阮的心。伊会牵阮的手，轻轻讲，免惊，总轻。心的女人，继续等待。